先啊，继续来看宜兰五吉乡的拓产试验所东区分所，去年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故，有一个警卫啊，互铁门来地死。当时这个警卫啊是用手来揪这个400公斤重的白铁的大门，想袂到这个铁门脱去，对着警卫啊的头壳，人亡生了。事后家属是请求到国家赔偿，啊，法院判这个试验所有30%的责任，要赔80多万。 警卫伸手去塞铁门，想要到才塞一点仔尔，后一秒，规片铁门就随倒落来。警卫被护闪，互铁门地一个雷电被挡，因为这铁门实在伤重，无论警卫安怎出力，伊拢爬袂起来。代志发生伫去年1月，宜兰五吉乡拓产试验所的东区分所。 当时，这个警卫想要用塞的将铁门关好吧，想袂到这5公尺长、悬1公尺半、400公斤重的铁门煞意外倒落来，造成这个警卫头壳内底出血，送病院也救无倒来。家属事后也请求国家赔偿。人家不能用徒手操作了、其实他也知道，他也来，他资历比我久了、他也来好几年了，也不是第一次操作。根据了解，伫代志发生的前3天，因为边仔门锁歹去换密码锁，所无人交接密码甲遥控器，警卫无法度入去，才会动手去塞铁门。右侧轮轨变形还有这个没有设置 轮挡，那导致这个本件事故的发生管理设备上的疏失，所以呢，认为说应该要负30%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。出代志的拓产试验所也伫意外发生后，加挂一块袂当用手操作大门的告示牌，是讲火车过这本毕业也袂当挽回被救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